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坚。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大条众议员后礼拜要小连续访问台湾，表示对咱总统当选人热情地支持。中原技术抗议公司唔加薪水，违法去请外国技师上紧过年要罢工，交通部已经大消息应变小组。台积电扩大生产量来米，拍算伫高雄起第3间厂房，消息出来，台积电今日估计就起38块，冲破600。新闻先开始，先来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会有几个大条众议员后礼拜要小连续访问台湾，表示对咱总统当选人热情地支持。驻美大使卢大雷嘛去拜访众议院，美国议员拢表示会继续支持咱台湾，加强台美关系。美国参众议员接连来台，是对表示力挺吗？民大邱勇副总统热情地当选总统了后，第一场公开活动到电气国务节开幕典礼，伊致辞时感谢电气工会支持，可以用当选延续蔡政府的政策，也做出保证，爱大家免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供电会更稳定了，有更大的空间，让外资、让台商继续投资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3位重要联邦众议员下礼拜要访问台湾，包含众议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甲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和党籍共同主席巴尔等人。驻美代表伊戴雷19也甲美国国会连线成员见面，佮拜会众议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带出甲伊戴雷会面的相片，表示会加强美台之间的牢固友好关系。面对中国威胁，《金融时報》也指出，一向支持台湾的盖拉格会伫第1个代表团结束行程後接力訪問台灣。Our new president's administration in May, 20th of this year. Th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same, to continue strengthening our existing relations, and also based on common values,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policy will not change. 伊戴雷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强调，免烦恼总统当选人大清定会破坏甲中国关系，将美国拖入地缘冲突内底，也甲美国保持非常密切联络。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大选了后表示，伊会要求相关委员会主席访问台湾，来展现美国国会对安全甲民主的继续承诺。外交部回应，咱一向欢迎美国议员来访问，若进一步消息会适时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假消息不断，法务部调查局设立临时作战研究中心来应对。不过，如果这期会去限制着言论自由，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是强调，言论自由也受法律上限制，袂使乱传假消息。但建议嘛讲，尤其是抖音已经被做是某一个国家临时作战的平台，政府一定会详细处理。在这边大选的期间，境外假造消息的代志真多。为了要强化反制境外敌对势力对咱临时作战，甚至是影响选举，法务部调查局伫咧17正式设立临时战研究中心，邀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强化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但是国民党立委担心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不会影响到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还是要有法律上的限制不能做一个虚伪的假讯息的传播。民进党这样子的做法，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方式来钳制人民的思想，或者做所谓的指导吗？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假造消息对个人的健康、运输，甚至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拢造成危害。对超工传播假造消息会随立刻侦办。也讲到，抖音、TikTok 已经成为某一寡国家临时作战的平台，政府已经禁止公部门使用 TikTok， 会加强宣导，提高民众的识图能力，对抖音的处理会典型办理。因若中国伫台湾大选了后，国安部门启动三反打击台独势力，陈建仁提醒国人，若是要去中国，要注意家己的人身安全。国人被捕，或者是外国人到中国被捕的情形，层出不穷。所以如果有必要到中国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
审慎的来考虑并且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陆委会是立官方列出各人所反映的中国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包括唔通随便问人已经死亡的人数等情形。希望各人伫中国随便逮捕的行为也未改善进程，若无必要尽量莫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选举选煞，毋过开票成绩共款是一直咧差。就讲民众党基隆党部执行长就提出中选会统计数字，讲桃园南部里的投票数，统促党有摕到414票，民进党敢若2票。毋过共款是民进党的赖萧配电倒阁摕到469票。中选会是证实有6个投票数有记毋对，嘛已经改正，袂影响到政党席次的分配。选举虽然结束，不过投票的成绩继续伫咧差。民众党的基隆市党部执行长李家豪就抛出，又发现真侪投开票数有问题，正就是桃园的南部里894投开票数，民进党2票，统促党414票。不过民进党的赖萧配伫咧遮摕到469票，中华的南寮里291投开票数，统促党282票，民进党无8票。不过赖萧配也是伫咧遮摕到上悬票。抑个高雄的石南里356投开票数，司法改革党139票是第3大党，民众党无8票。不过郭营配的数摕到143票。台北的五分里774投开票数，统促党310票，民进党2票。高雄的明孝里1813投开票数，新党84票，民众党2票。也讲，唔那这5个所在数字有问题。如果中选会这边还有维持选举正确性的决心，可以与我联络。可能因为在最后面的时候，他们在誊写的状态下，可能误把新党跟民众党之间的这个票数誊写错了。可是这个不是作票。在地李长讲，应该是选务人员记唔到假，也已经回报给中选会。中选会也证实，中华291投开票数数字正本写唔对。台北的五分里774投开票数，桃园的894投开票数，还有高雄的356投票数，加1813投票数，是投开票的报告写唔对。另外，嘉义的新港乡343投开票数，是有政党票写唔对的情形，拢有更正，也强调袂影响政党席次的分配。深切的期盼选委会这边出来的数据一定要是最精准的，而且一票不能差，因为一旦超了1票2票，都很容易会造成就是网络上面大家对于什么选举做票这种的留言乱窜。对这边大选摕到12多万票的政党票的小敖平表示，对小党来讲，每一票拢正重要，呼吁爱加强选务人员的自然训练，避免相关的事情搁发生，只会伫咧传假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伫中立有一个77岁的欧里桑，讲有人咧甲伊投资，即摆已经趁9000万啊，收袂起领，对方煞叫伊爱先汇100万过来，伊才知影去用骗去，赶紧报警察。有掠到一个21岁细干的车手，移送法办。看起来敢若是真个投资 App， 也个付款了的收据。诈骗集团冒用合法设立的立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骗人，讲若听因的话去操作对冲，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正管的报酬，保证获利而且无风险。中立分局良兴派出所18日到掠到一位姓严的诈骗车手。不起我！走。中立有一位77岁姓李的老先生，听信诈骗集团的话，真高投资700多万，要想要甲投资对冲获利的1000多万领出时阵，对方所要求爱抽100多万，而且袂当对获利内面扣，伊才发现敢若是有诈骗集团骗去，赶紧报警。警方获报后立即制定缜密查缉计划，顺利查获前来取款的21岁严姓车手。全案寻拘后，依诈欺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警方趁这个诈骗的车手到姓李的老先生出来要提钱时阵，当场甲伊逮捕。现场查扣作案用的手机1支、银行1粒，一个伪造的立辉投资公司识别证加收据等证物。事后依照诈欺罪移送通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若是有民众家己相关的群组，或者是装相关的 App， 就可能是互人骗去。
希望赶紧报警，会让平安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营机师批评公司唔加薪水，违法去请外国机师当咧罢工投票，讲上紧过年就要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因旅行业者是呼吁政府2019年时航机师就要罢工，嘛就是咧过年造成机场大乱，希望这届政府爱详细处理。老聂，可以问一下工会的事吗？机师人员要罢工。面对罢工的问题，中营航空总经理孙家平并无做回应，又通知机师职业工会发动嘅中营机师罢工投票，后礼拜二就要开票。工会有估讲，上紧伫春节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伫咧参加民航局局庆的时阵，甲中营航空董事长林宝水有交谈。王国材证实，两个人伫前一天就通过电话，已经请资方加强沟通。交通部有请民航局成立应变小组，22号的罢工投票的结果先看哈，然后另外罢工投票后，如果他们的宣布嘛哈，那这段时间我们跟时间赛跑哈，持续请长荣的这个资方赶快跟他们做一些协商。这边若是罢工，拄是春节旅游的旺季，旅游业者担心解封了后，航班恢复已经超过70%。虽然技术工会讲，若要罢工会提前24点钟过宣布，不过一定也是拍乱旅客行程。业者希望政府一定要好好处理，唔通再发生2019年华航机师春节罢工的噩梦。像上次华航的机师罢工，它历经了7天嘛，160个小时。那总共影响的旅客是27000人次哦。那整体直接损失，包括航空公司跟机师的直接损失，到差不多6亿多。旅行团呢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在2019年华航机师发动罢工的事件，是经过7天4轮的协商才结束。交通部强调，中营航空在最近已经宣布年终奖金6个月，资方有释出善意。希望甲工会意见袂伤大，交通部会请中营资方全力协商，尽量莫行到罢工这步。记者综合报道。不管是台电也是中油石化业，为着避免电器设备无细入去导火，都使用防爆炸设备确保公安。不过，立委就引出内部人员的检举，指控劳动部自从检验单位换过了后，这防爆炸设备就没经过完整的测试，轻松过关。劳动部是强调一切拢符合规定。国内大型石化厂区的公安问题普遍引起关注，尤其是防止爆炸隐形接线盒仔这款需要经过认证的设备，在台电、中油等等的危险厂房拢有用到。立委陈昭华召开记者会，质疑劳动部一案事，故在检验单位无经过完整的测试，就互防止爆炸测试认证的形式为32项增加到241项。不用进行任何防爆测试，好就可以更改形式，而且更改材质的种类，而且更改产品的尺寸，胡来，简直是胡来。不过，劳动部的官员强调讲，设备变更拢有合规定，嘛有检测数据会当查证。台电甲中油的主管机关经济部表示，若准有疑虑，未来会当伫设备做1年1届保养的时来换掉。据我们了解，这个 ETC 这边它事实上都是有依照我们这个规定的原则去实施检验啊，并没有说它都没有检验就同意它这个发刑事验证的这种情形。中油台电当初在采购这些防爆电器设备的时候，都是符合当时的这个认证的规定了啊。那这个食安署的这个 TS 认证公布之后啊，那个法规确立之后，我们中油台电的相关的采购案就全部都一律采用这个 TS 的这个认证啊。针对官员的讲法，陈昭华嘛是要求这寡有疑虑的设备应该要交予工研院做第三方的鉴定，避免发生公安意外。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台积电为了扩大生产两奈米，打算伫高雄起第3间厂房。虽然市府也无愿意公布讲要设伫倒位，不过台积电估计是受到带动，今仔一个开盘就起37块，买手是起38块，冲到626块的高点。
台积电18号举行法令说明会，这嘛是董事长刘德英历来最后一届主持，针对智慧手机甲高效能运算对2奈米制程需求增强，伊明确表示，台积电评估要扩大到2奈米产能的建制。We are expanding our 3nm capacity in Tainan Science Park. We are also preparing our N2 volume production starting in 2025. We plan to build multiple fabs or multiple phases of 2nm technologies in both Jinzhou and Kaohsiung Science Parks. 台积电表示，2奈米打算要伫2025年量产，生产的基地伫德科甲高雄，等于高雄原本中油炼油厂当咧赶工的 P1、P2 厂，拢会导入到2奈米的制程，然后还阁新增第3厂。毋过新厂的厂址是伫原地扩建，还是要找其他的所在，市府真保留。P1、P2 厂都按照我们表定的这个期程，来进行。这个还在评估，就是整体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做评估。市府强调，台积电所需要的水甲电拢毋免烦恼，因嘛因为这届法令说明会讲到今年美元营收有机会连成长超过2成，半导体产业会当回温。19号一开盘股价就起37块，尾前一天588块，起破600大关，重新登去去年2月的高点。记者王柳婷、明昭宽各报道。人本基金会接到投诉，讲台北市某一间高中的球队教练甲防护员，长期有对学生言语侮辱甲霸凌，佮有一个教练是甲一个查某学生咧谈恋爱。这学生今日是出面，希望幸福因一个正常的训练环境。大家一起来运动吧。心情是真叮当嘛，真烦恼。台北市一间高中球队几落位学生站出来，讲平常时如何和总教练、助理教练、防护员来对待。教练霸凌、丢笔、辱骂、下贱废物出身、歧视女性、死娘娘腔、少一颗睾丸。这次我站出来说话，是希望这个社会能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总教练甲助理教练啥物拢骂，定定嘛讲话来威胁，也是感觉要拍人，嘛叫球队的先辈去欺负学弟甲学妹。高中国中嘛伫球队拍球，2018到2022伫学校任教的教练讲，即款的状况已经10多年啊。会威胁学生说不听他的话就没球打，然后让我们的价值观偏差，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人本指出，教练甲防护员来霸凌学生，助理教练阁甲对象一位学生来私生恋。去年11月有队员来检举，说互总教练来威胁，爱撤销这个案件。整个案件从学生开始向市政府申诉之后呢，就不断的有高层在压迫学生。林本甲立委陈佩如是要求体育署来组成专案小组，也毋过体育署无答应，但是确定教育部的校安通报无收到这件代志。我们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应该要针对这起事件，在通报机制上面应该要做一个厘清。体育署表示，若是教练确实霸凌、不当管教、违反性平，会当撤销伊的教练证照，因为市立高中是台北市来管理，台北市教育局爱按定数来进行相关调查，到了后的行政定处。到即马为止，台北市教育局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高中学生挂人按棍的事件，是引起各界关注。教育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修正《儿少法》，针对歹管教学生，明确定出家长要有管教责任。另外，嘛有民众伫咧面册联署，要求政府检讨目前未成年犯罪爱担罪问题。新北市一间高中学生摕刀杀死另外一个学生的案件引起关注，有民众伫面册发起联署，针对少事法、青少年犯罪通变法，也是减轻刑责的规定，要求修正。另外也讲，按照现行规定，家长爱负的责任伤过少。对此，教育团体19也召开记者会，很多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讯息，会让孩子在不成熟的个体上，他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会有一些仿效的一个学习。家长、学生不断投诉，所以老师到底要怎么去管？
那管的范围到底在哪边？我想这个部分会造成老师这里会有一些犹豫，学生他会觉得你老师不敢管我，所以他会有更进一步的比较激烈的动作，或者是测试老师的一个底线。教育团体讲，管教学生袂使干那靠学校，要修正绩效法，明定家长的管教义务。因表示，青少年犯罪人口一直在增加，为2014年每10万的青少年有637.87人犯罪，到2021年是欠到774.88人。近10年来，包含这8年来的一个数据，每10万的人口的少年犯罪增加了47%。2023年的数据当中，暴力偏差行为就27511件，增加的60%，而少保护事件增加了44%。那幅度最大的，既然是国小暴力事件，跟行为偏差事件，既然有9370件，增加了94%。郭姓少年的事情不是个案。教育团体也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北大提起联署，为17开始到19中昼，已经有4000个副议。教育团体认为，重视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亲属斗阵合作，才通真正维护校园安全。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讲到这国民法官制度就路拄才满1年，阁有真侪问题爱检讨。有民团就质疑讲有愈判愈重的趋势，国民法官的案件嘛有真少。去年刑案就上无30万件，国民法官敢若收到100多件。司法院因是回应讲会继续来评估，有讲今年受理案件卖到200件左右。这省几个份的人长期遭受家暴，提到泰山市被判刑7年2个月，新北要这10个人有4高失调症，涉嫌向哑铃将老爸杀害，判刑12年。这2个案件拢有国民法官参加审判。司法院就新制施行1周年，才多做专案报告，即马国民团对国民法官制度提出质疑。我们1年的刑案可能有30万件你开设一个新的制度，你还不到20件，你根本就是糊弄百姓。统计全国刑案，民团就指出，1年至少有30万件，按过适用国民法官去年只有100多件，当然审结案件拢无到20件。不止这期新制成效报告，佮点出量刑大部分重判，佮有法学教授表示，新制追求快速审理，面对被告牵涉精神疾病，相关精神鉴定也敢来做一摆。这个做精神鉴定目前因为时间性的关系，因为我国民法官参与嘛，所以大概我看一下，大概都只有送一个。那往往呢，这个被告的律师呢，要求要做复述鉴定，基本上法院的态度都是很消极。案件是否会经过复述鉴定要依个案的情节而定，与是否采行国民法官制度似乎没有必然的关联。国民法官案件量刑深受重判的趋势，司法院回应已经列为观察重点。对新制头1年受害总数有落差，要强调可能甲检方伫制度上路进程已经一波起诉调解原因有关系。有过今年受害量差不多应达到200件。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警方原本是按算伫咧过年期间，要伫咧车头的头前用科技执法来抓违规停车，所以因为飘线设计不良，变做讲头前若塞车，后壁就全拢变做是违规，引起民众的不满。当时宣布讲要暂停处理，会阁重新检讨。为了维持花莲火车站前行车通顺，警方伫站前第一车道设科技执法设备，若停车超过3分钟，就会封处理。按过民众反映现场飘线有问题，若头前车回折，后壁的车真紧进入禁止停车区。不好，为什么？就接送不方便啊。像你们接送的话，大概会要等多久的时间？就上下车的。大概5分钟以内吧。我是觉得，因为可能他们懒惰了，因为往前开还有很大段距离的对比，但是应该就不愿意往前开。然后这边最近嘛，就近，其实就是我们的坏习惯了。这项科技执法本来一定弄得春节上路，按过争议不断，所以相关单位去会勘，初步认定站前因为有行人穿越道，所以大家拢会伫这上路车，造成车辆回折，所以地上的飘线要定位，科技执法也渐慢实施。每有许多旅客穿越行川线的时候，容易造成第一车道的车流回堵甚至在网状线上面，是希望说能够把第一车道中段的行川线移设到
往南端的地方，然后用以增加驻车空间。另外，民众嘛要求连假期间开放其他车道摄头，不过县政府评估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才无开放。若是第一车道科技执法了后，第二、第三车道敢会塞车，这原来是问题。爱整体考虑了后再实施，避免出地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到中东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巴基斯坦昨是以反制恐怖分子的名义，向伊朗发动报复攻击，造成上无9个人死亡。几多粒导弹射向伊朗东南部加巴基斯坦相接的西斯坦俾路支省，土坑被炸出一个大坑，攻击的目标是俾路支解放电线。روستایی که 3-4 کیلومتری مرز ایران هست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اینها کشته شد. 不过这两个拢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跟咱拢希望局势卖阁扩大。伊朗外交部则被表示，全力甲巴基斯坦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呼吁伊斯兰马巴德当局唔通伫咧家己的领土上建立恐怖分子基地。巴基斯坦也发表类似声明，讲反击行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家己的安全甲国家的利益，是根据情报对恐怖分子藏的所在做精准的打击。自去年10月初7以下冲突以来，这种越境侵略的针对性事件，让大家正担心中东不稳定的局势会愈来愈扩大。土耳其、俄罗斯、中国拢呼吁双方小可较激烈，德黑兰强烈谴责这边的攻击，吊见巴基斯坦驻伊朗的外交官要求做出解释。这两个国家伫这礼拜先后互相攻击对方。16拜二，伊朗先攻击巴基斯坦境内逊尼派激进组织正义之军基地，造成包括囡仔在内死伤。巴基斯坦当局正不满调回驻伊朗大使，而且不爱予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登去伊斯兰马巴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看到2022年5月，美国德州罗布小学的庆案，19个囡仔2个老师遭受不幸。美国司法部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讲警察对庆案的处理从头至尾一再发生重大失误。受害者家属嘛希望会来了解代志的详细，以后都莫搁再发生。警方到庆节案现场了后，并无随采取攻击行动，是用77分才甲庆手拍死。这个过程造成德州罗布小学19个学生囡仔甲2个老师死亡。美国司法部经过达到20个月调查，18发布调查报告，结论就是执法人员犯着一系列重大失误，包括领导力、战术、沟通、训练甲准备方面。Within minutes of arriving inside the school, officials on scene transitioned from treating the scene as an active shooter situation to treating the shooter as a barricaded subject. Thi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ilure. 这份是收集14000多份资料，加260个访谈所完成，有600多页的报告。你讲到当初枪手伫2间教室，拢总向几60人开142枪，警察刷点伫走廊也是学校外口，欠缺级别感。批评警方的反应上慢，也认为发生枪击事件时阵，执法部门应该随消灭目标。受害者家属是希望透过官方的调查，会当了解迄天发生的代志，并终结错误。I hope that the failures end today, and that local officials do what wasn't done that day, do right by the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Robb Elementary, terminations, criminal prosecutions. 这件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史上第3件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报道也指出，前乌瓦德辖区警察局长亚瑞唐多无先进领导指挥甲调度的责任，可能是受到政策培训缺失的影响。代志发生了后，当地真侪社区控告市警局甲地方官员。不过司法部表示未提出任何指控，因为司法部无管辖权。是应该对未来枪击事件提供引导。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新加坡的交通部长易华仁昨是正式获检方来起诉，包括有贪腐、妨碍司法公正等等的27项罪名。不过易华仁伊是早一步新事迹，佮否认有不法的行为。这案嘛，正做是新加坡近40年以来上严重的贪腐案件，大大去影响到执政党清廉的形象。
交通部长余华仁进入法院进前，无回答记者任何问题。伊面对贪污利用公务方便讨贵重礼物等27项罪名，互人正式起诉。迄天伫法庭，伊否认全部的罪名，核准以80万块新加坡币，相当是代票1880万交保。后一届开庭是3月7日。余华仁也是新加坡头一个互人控告犯刑事罪名的现任部的首长，不过伊已经伫16时节，佮提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表示要专心司法辩护，全力捍卫家己的清白。总理李显龙18发声明，表示已经接受伊的辞呈。余华仁已经同意退行为去年7月调查以来所领的政府薪水。余华仁是伫去年7月，互反贪调查局调查加州店的好业人王明星做伙互逮捕。这个案伊互人控告收王明星超过16万新加坡币，约卖375万台票，来暗助王明星伫真侪项比赛活动合约得到商业利益。王明星是甲 F1 以及风城式赛车引进新加坡早大出名的亿万好业人。余华仁阁涉嫌收 F1 新加坡大赛奖、英超卡球赛，也甲伦敦西区剧院门票这礼物。这个案件毋但影响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清廉的形象，恐惊也互一向清廉出名的新加坡的国际名声受影响。新加坡目前伫国际透明组织年度清廉印象指数是世界排名第5。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来看台东的乌来石刻开放销去中国，即马国内外介绍拢来起，不过因为去年风台乌来石刻拢总去拍落来，产量是上无减4成。虽然介绍悬，不过农民是共款看有食无。呀，台东县政府为着要拍开往来石刻的外销市场，即马嘛有去销去新加坡，通路超市拢总是卖着。台东往来石刻19正式伫新加坡的个人超市上市，互当地消费者甲产官学界正注意。2年前，往来石刻互中国已有通海旅游禁销，不过台东县政府家己定比国家标准较悬的清洁流程甲检验，带农民甲这个数据去东南亚国家展售。即届到新加坡开拓另外一个直销超市市场，甲其他的国家水果相比拼，台东的农民有信心会当互新加坡人真介意，变做市场的外销管道。不要只仅限于对岸，那我们现在还可以更多新南向啊，比如说这次来到新加坡，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品质绝对都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好。不仅是透过新加坡这个市场来到新加坡，更可以透过新加坡到达到马来西亚、文莱或者其他的市场。新加坡一粒半公斤 A 级的往来石刻会当卖价大票200外，19北龙的往来石刻拍卖价 A 级个1公斤嘛发价117，外销内销介绍拢看好。按过台东地区农会表示，这期往来石刻大部分农民因为去年风台烟地性灾害影响，可能是刚刚看得到这个行情，不过赚袂到。但是内销外销的供给量是同时不足的一个状况。整体的产量，我们现在跟去年比较起来，预估会少了4成以上了。台东地区农会统计，去年12月往来石刻农会收购量仅450外吨，比往年较少。其实农民的实质获利无偌济，农会是希望中央政府嘛爱放领风台烟地性灾害对部分农民救助的认定，安尼才会当平衡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日当上强寒流礼拜就要吹到几，气象署是提醒上低温无90度，上无会冷4天，阳明山落雪机会有超过7成。甲大片红红的篷布和乌色的高温棒准备好，勇士业者准备迎战入冬上强的寒流。目前嘉义地区寒流预报低温19度，业者讲若水温比20度较低，酷气度无想要食物件，一定要加温，让它的温度再提高一点。到那个25到30度这样，要不然冬天的温度太低，它不会进食。台南的沙漠区勇士业者嘛搬大型的 LED 灯来，准备要无暝无日来照光，特别互沙漠区的主食就是水底的水草受到低温的影响。在白天跟晚上持续的跟它照明的话，也可以增加防寒过冬的机会，把早色跟水色照顾好。
气象署预报，礼拜开始寒流路南，北部、东北部大成转冷，其他地区气温嘛渐渐在降，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三。专家分析，这波寒流冷的时间久，期间水汽入来，拜一暗时开始，相对湿度80%的所在，已经包括台中以北和北花莲以北的区域。对段草山降雪几率有75%，宜兰太平山有89%、85%，拉拉山、合欢山和玉山降雪几率嘛加高。大概就是1500公尺的这个高度哈，它的0度线已经到达了北部的这个区块哈，代表这一次的冷高压它是往南移动的，是比较程度上是比较多的。寒流南下的过程是越变越冷，那最冷、最影响、最明显的时间呢，还是落在这个比较偏向是23号、24号这2天。气象署提醒，刷落来气温的变化会真有感觉。拜五日时，北部的高温够25度；拜六开始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和东半部转雨，刷落来礼拜寒流来，全台对北往南降温，再加上华南分区区的移入，全台湿冷。中部以北预报低温干到7度，一定要注意长时间的低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宝鱼附带护局，对1995年的200外尾，去年已经到18000外尾啊。为着要扩大国宝鱼的生态地，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当时第一届，将鱼卵拍出去到台中中央站溪溪头的所在放流，有个尚无会活死成。保育人员爬山撩水，爱着国宝鱼樱花高温龟的定卵，以无水运输的方式，行2天1夜来到中央站区，选定好放流的地点，提出着这个捕卵鸭仔，开始分装定卵。对，它是主要是用2层的方式，把石头先拨开，它就会放到跟其他石头齐平的地方。那等它孵化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软，就会一孵出来就会掉下来，沉在底部。樱花高温龟住伫咧16度以下的淡水流域，以用保育人员放流需要爱着种鱼或者是鱼苗来到溪流放流，过程需要不断换水，放流的范围受限。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头一届予樱花高温龟的定卵，伫咧控制湿度无水的状态之下运输，卵放伫咧捕卵鸭仔内底，待伫咧高海拔的溪流当中，放流范围为原先08点钟之内会使到的区域，大幅提升到72点钟以内。国宝鱼的栖地可望扩大，有助分散族群生存风险。我们放流到中央间溪去，这是首创。我们走了2天1夜哈，然后发明了受精卵无水运输的方式。那这个突破呢，以后就可以算是到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很困难到达的地方，可以不用水，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埋设。那它的活存率将近可能有3成4成。传统国宝鱼种鱼或者是鱼苗放流，大约只会当释放100至600只左右。水管处去年11月底头一届前往海拔大约2200公尺的中央站区放流，释放1000粒的定卵，预计存活率会当来到3至4成。后续会追踪无水运输护育的成果，评估是毋是当推展到其他流域高海拔的地区。记者台中报道。伫咧嘉义梅山的梅山公园内底有种超过3000丛的梅花，即马已经开卖5成。公所是讲，今年开花时间有比去年较慢，但到这拜6礼拜天气阁变寒，然后水汽来到3天，季底应该愈开愈水。树仔顶开了大大细细梅花，远远看那亲像落雪同款。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是台湾看梅花真出名的所在。即马梅花已经开卖5成左右，一寡外县市的民众趁好天，拢来到遮看花。还袂全爆花。有水无？有啦。水啦，水啦，心情啦，水，什么都水。还好啦，水啦。就是还不是很好的时机，因为还没有盛开，可能再晚1-2个礼拜应该会更好。占地6公顷的梅山公园，内底差不多有3000多丛的梅花。梅山乡公所讲，梅花开花时间差不多拢伫1月中过后，今年有较慢，若是天气搁较寒，水汽搁有够，会开了搁较水。到目前为止吼，咱的公园的梅花已经开差不多5成左右吼。未来到这个过年前吼，一定会盛开。梅山公园管理所指出，梅花爱寒才会开花。嘉义地区这阵仔的天气到中昼都变较烧热，后礼拜有一波寒流，刷落来天气变寒，应该会互公园内底梅花规个大开。
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2024年世贸年会展览开办，这届有甲北港的朝天宫来合作，北港妈阁有去现场安装，希望新的一年有妈祖的保庇，大家新年平安又顺遂。妈祖驾前扫甲对，环社将军带领众人迎接北港朝天宫天上圣庙来到台北世贸一馆，为2024年世贸年会大典主驾。北港朝天宫参外贸协会合作，已经是第11摆，甲妈祖请到年会大典的会场。大家咧买采讲过年的物件的时阵的过程吼，会当来拜妈祖，当弄脚卡吼，这是重点啦吼。尤其南部北漂的很多了哈。那反正过年爱上班啊，无用通等去啊。我嘛是希望就这机会他可以跟妈祖近距离的讲话。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英德带头弄过桥卡，希望规个展览会当圆满。这摆的世贸年会大典是自 COVID-19 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世贸年会大典。外贸协会估计业绩至少通成长3成，规模比去年增加了30%，所以有500家的业者，然后一共使用了800个展位。今年我们希望商机能够达到8000万台币。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35万以上的参观人次。那这个比去年呢，绝对是成长30%以上。外贸协会表示，今年的年会展除了有变的年菜、南北会等等，也有糖小食行者方便的即食食品，甲多元化的国际商品。民众到场通一摆传遍所有的年会。北港朝天宫也讲，民众除了通伫会场拜妈祖、摕吉宴品，也通点光明灯、摕福袋啊，就会使伫明年的元宵参与抽奖。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在新北的马公渔村有100年历史的石头厝，不过2018年开始，因为财团要大规模来收土地开发观光，引起居民的抗议。大道文化团队希望用展览的方式，让大众来了解在地文化。居民甲想要早的物件放入去一个流动车内底，因为2018年有财团要收购新北市孔仔寮马公渔村的土地开发观光，要求居民搬走，引起抗议。双方到达官司也未结束。就在工作队为了要让大众了解马公唔但有100年历史的石头厝，嘛有因独有的渔村文化，甲当地的经济产物像石花菜、花壳啊、鱼产等等摆起的饭桌，互大家了解。像游客去可能会临时活动，无是买一两滚等于家己煮安尼，这是因阿嬷因主要的经济作物啦，其他就是像紫菜啊、桃木菜啊、荠菜、桃木菜，因就是无法度像石花菜那做，所以有一寡就是家己食，无是加减买别啦。团队伫咧台北网街新富町文化市场办大海入厝的展览，现场有放伫客厅电视食饭桌，规个倒哪亲像入去到家己的厝。团队要透过这款较柔软的主题，让大家了解居民对土地深深的感情，嘛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土地的议题，陪伴马公的居民继续打拼。大家可能无互财团过过的经验，迄是一个真不舒服的经验，所以有一寡人伊会想要放弃，但是嘛是有人阁愿意坚持所以阮就想讲，只要有人愿意坚持，应该就是爱陪到最后。另外，马公渔村嘛有保留台湾今嘛真罕得有人知的海陆文化。就在工作队拍算伫2月初3甲今年80岁的海陆阿嬷邀请到展览的现场，用台语来和大家分享海陆的工课经验，也会带大家做回了解海口人的饮食文化。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后个月就要过年啊！新竹县客家文化保存区邀请艺术家用12生肖的龙做出古锥的装置艺术，甲规个园区是装大家照龙年的特色，欢迎大众来参观。甲手徛在厝顶演奏好听的音乐，边仔竟然出现龙头。另外一边，搁一只古锥的小龙，趣味的艺术装置，大人甲囡仔拢紧紧看，小真翕相。龙的爪子和龙头都非常的可爱。
就是很喜气啊，因为今年是龙年嘛，然后我就想说带孩子出来晃一晃，看到很多这个龙的那种装饰品装饰，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很应景，很适合就是龙年的时候来这边走走。占地1.6公顷的新德馆新社厝，是全台湾第一个客家文化保存区。迎接龙年到位，今年特别邀请艺术家利用12生肖的龙，打造装置艺术。龙的头、身躯、尾溜、四线地，园区内要甲民众耍美小吹。配合龙年龙来了，我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哦。我们这次找了装置艺术的艺术家呢，在我们的新瓦屋总共有14组的一个艺术雕塑就是针对龙的部分来做一个主题。那各式各样的龙爪啦，或者龙的造型可以让各位民众呢来到我们新瓦屋，可以来寻龙客家建筑加上古早艺术装置，民众感觉真趣味。到新德馆客家文化保存区，提早充满龙年过节的欢乐气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体育消息：电工变hiệu。南韩囝生少的问题严重，真侪女性唔愿生囝原因，其中就一个就是公司的制度不够优先。因即马就有一个查某企业家打造一个会当互员工伫厝里做工课，佮会当兼顾囡仔的工作环境。等到房间开电脑开始工作，看人客评论，韩国38岁职业妇女艾玲，伫咧新冠疫情进前的2017年就开一间婴爱军式的公司，找一寡兼职的人员，和有囡仔的员工会当伫咧厝内工作。아이를 사실 재택근무를 시작한 것도 제가 저희 아이들이 커가는 것을 곁에서 지켜보기 위해서거든요. 艾玲示范好的婴爱军应该有甚物功能？伊公司的员工总共有55人，其中92%是女性。为了要提供更加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伊甲需要面对面开会的次数降到上少遍。 한국에 이런 말이 있어요. 워킹맘의 무덤은 초등학교 1학년 겨울방학이다 라는 말이 있어요. 근데 그게 왜냐하면 초등학교 그 전에는 유치원을 다닐 때에는 아기가 5시, 6시에 오다가 갑자기 1시, 2시에 온단 말이에요. 그럼 막 멘붕이에요, 1차. 韩国是全世界出生率正低国家之一，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若是有囡仔就会无家己的时间，会当支配收入也会变少。另外，女性伫咧找头路的时阵，常常互人问到结婚生囡仔的问题。敢若女性只要若是结婚生囡仔，就会无工作的价值。所以韩国的女性聘用率甲薪水方面拢比男性较低。虽然政府要提出补助的方法，不过也是真歹改变社会长久以来的环境。 사회적으로 그걸 굉장히 가치 있게 생각을 해주고 배려해주고 이해해주고 당연하게 생각해주는 그런 문화가 저는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해요. 그건 단순히 기업에만 국한되는 게 아니라 사회적인 정책, 분위기, 그다음에 기업의 문화, 뭐 그 모든 것들이 다 필요한 저는 부분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的公司无伫咧厝内工作的文化，疫情结束了，真侪韩国的公司叫员工赶紧转到办公室工作，而且一般的韩国公司会叫员工一早起就要去上班，暗时代志做煞才能离开。若是有当时下班了，又怪甲公司的同事做阵食饭，这对有囡仔的爸母来讲是一项挑战，所以伊才想要改变这种公司的文化，互有囡仔的爸母会让囡仔甲工作拢顾会到。 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南韩的三星有推出一款新手机啊，哪讲电话就会当拿翻译，会当翻13种的语言。广告讲是全世界头一支会当即时翻译的手机啊，要和苹果来请拼。 接听电话时，拄到未晓的外语，要安怎沟通？这个难题，即马用手机都会当随解决。南韩手机大厂神总就是推出上新款的 Galaxy S24系列强大人工智慧 AI 功能，上大的功能就是使用者通话时会当提供随翻译。 When you make or receive a call in a language you don't speak, the Galaxy S24 series can provide live translations of your call, both verbally and on screen, right away. Galaxy S24无需要去下载相关应用程式，而是使用家己的生成式 AI， 资源包括中英法日韩、加泰语、德语等13种语言的及时翻译，而且会记使用者的语言设定，加每一位联络人使用的语言。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palace.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Perdón, estoy buscando el palacio. ¿Puedes decirme cómo llegar allí? 相片处理上，除了增加字行，也会当透过生成式编辑，互使用者扫动动物体，也是任务了后自动起步空的背景。强大 AI 功能，都是为着要赢战苹果。苹果去年 iPhone 出货量超过2.34亿台，比成熟的2.26亿台悬，是全球第一。这互2010年以来头一摆失去对飞行手机第一的神速真压力。新款手机伫美国介绍是$799起跳，上高价的型号是$1299，比过去起$100。另外，消费者对新功能更有兴趣，爱过100码才会当知影。公司新闻相关联朋友。第一寡偏向所在，中朋友。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19度至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1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